韦大姐的烤炉就是一个烧烤全家桶，荤素一共有20多种烤品，每一种烤品都要放紫苏和甲蒌。我们嘎了紫苏都一晚上都用几十块了。像粉粒、豆腐皮这种表面柔软的，很好吃料，也容易入味儿。但遇到花肠、天梯这种质地坚硬的，紫苏和甲蒌就很难附着上去。这个比较甜。这时就要请出老南京人都无比热爱的一种滋味——蜜糖。蜜糖是基本上南京人都喜欢吃，对，就喜欢甜一点那种。蜜糖就是蜂蜜，蜂蜜很怕炭火，太浓稠的蜜，一来不容易挂串，二来容易烤糊发苦，所以必须用水稀释，才能变成老南京烧烤的专用蜜汁儿。老南京的汁重味道，也不是很干。有经验的老南京烧烤师傅都是玩蜜糖的高手，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用法。南京烧烤几块豆腐皮就能烤就出不同烧烤店它那个滋味。烤豆腐皮干了不入味儿，要不停地刷蜜，直到完全湿透，才能得到爆浆的甜。表面是焦香的，里面又是很软的这种感觉。而对于花肠这些肉质比较紧实的，刷蜜是为了保护紫苏和甲蒌。只有不停的滋润，才能对抗炭火，留住转瞬即逝的叶子香。